歡你新聞時間。踏入暑假啦，好多嘅家長都忙住為年幼嘅子女準備暑期活動。有醫生就話，除咗確保佢哋有均衡嘅飲食之外，照顧子女仲有唔少嘅挑戰。胡曉琳講下。依家科技進步，唔少人都機不離手，尤其係疫情之後，造成更多俗稱 iPad 小朋友嘅兒童。醫生指，由於疫情期間不得不大量使用電子設備，小朋友都習慣使用，父母要求刪嘅時候，佢哋容易發脾氣，造成對立、挑釁或者係情緒失控。醫生表示，作為家長同埋成年人，要解決呢一種問題，就要由自己着手，減少睇電話嘅時間，以身作則。同小朋友一齊唔用電話進行有意義嘅溝通。除咗熒幕時間，社交媒體亦都影響青少年。佢建議家長同埋小朋友討論社交媒體嘅吹捧美化行為，亦都提醒小朋友要警惕，見到嘅內容可能只係廣告，需要批判思考。美國公共衛生局嘅醫務總監更加呼籲美國國會就好似煙盒上面咁樣，為社交媒體加插警告字句。均衡飲食亦係重要嘅一環。醫生觀察到，近5至8年嚟，越嚟越多小朋友患有第二型糖尿病。卑斯大學數據亦都反映，2008年至2019年，第二型糖尿病兒童患者增加60%。改變生活習慣，例如將白麵包改為全麥麵包，飲少啲汽水同埋果汁等等高糖分嘅飲品等等，都係一啲生活習慣上嘅小改變。除咗身體上嘅健康，家長亦需要關注小朋友嘅心理健康。多啲同小朋友傾偈，預留時間同小朋友相處等等，例如係一齊做運動同埋散步，都係一啲好嘅習慣。